你赶快跟哥哥说一些鼓励的话，希望他赶快回来。说哥哥加油什么，赶快回家，妹妹想你。我不想来。元喜，妈妈真的很替你感到骄傲，然后希望你再回来的路程一切平安顺利。然后妈妈已经准备好你最爱的炖猪脚，还有鸡汤。等到你一回到家，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会立刻给你一个非常大的拥抱。宝贝，你有没有话要跟哥哥讲？没有，他是我哥哥哎。他是你哥哥，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只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你说。女的，女的，不是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啊！你快点，赶快跟哥哥说一些鼓励的话，希望他赶快回来。我也不知道。就说哥哥加油什么，赶快回家，妹妹想你。我不想来，我不想来，我不想来，我不想来。你不想他？那你可以为他加油吗？加油！然后行啊，快点回家。怎么？什么啦？他没回家。我们在等他啊。然后说哥哥快点回来。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他是你哥 ，OK， 他是你哥。那郭雪芙，你可以接受就是年纪比你大十几岁的叔叔这样子的年纪跟你谈恋爱吗？好，现实生活中哦，好像有点难。对。台湾合作的跨国爱情剧《20年的约定》在江吉不解封这天举办线上记者会，主要演员郭雪芙、蔡凡熙、邱浩琪以及有波浪王子称号的仲思琪特别盛装出席。大家防疫还是好棒棒，口罩有戴好戴满。Ничего, не злайте больно. 我希望能够让他知道，他并不是一个好依靠的孤儿。叔叔和我说过的10年约定呢？这个约定，叔叔永远都会记得的。我要去俄罗斯找金毛叔叔。该剧前后花了2年多的时间，远赴莫斯科、圣彼得堡、台北、高雄各大城市拍摄。而20年的约定描述在921大地震中，父母双亡的郭雪芙被俄罗斯年轻救难队员仲思琪给救出，结果以情爱上了这位大他15岁的救命恩人，长大后跑到俄罗斯追爱，之后邂逅音乐才子蔡凡熙及明星学长邱浩琪，一段私人恋爱纠葛的爱情故事。那郭雪芙，你可以接受就是年纪比你大十几岁的叔叔这样子的年纪跟你谈恋爱吗？好，现实生活中哦，好像有点难哎。那如果是这么年轻，然后而且永远不会老的，永远20岁，永远20岁啊，对，但这样也不好嘛。那男士们可以接受吗？我也可以，不想努力了。大家以为仲思琪其实看他是老外，但是事实上他是不会讲俄罗斯语的。对，但是在戏里面要讲大量的俄罗斯语哦。我知道要拍这部戏的时候，我就是在台北找俄罗斯朋友，然后他们教我很多台词，就是要怎么念。其实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在俄罗斯，我们要讲到很多俄语的部分，对，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指导小老师这样。你要不要跟大家用俄罗斯语问候一下？Здравствуйте，对，对，是你好的意思。你好，对。然后还有 Spasibo，
谢谢。谢谢， OK 对，厉害厉害。好，蔡凡熙除了学俄罗斯语之外，他还要学很多乐器。对，我学了小提琴、钢琴、乌克丽丽，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挫折，然后在拍戏的时候又会听到那个走音的部分，所以在拍戏就必须要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啊，就不能被那个音乐给影响。他们在俄罗斯拍片时，常常顶着低温拍摄，除了必备的暖暖包，还有带充电式的那种发热衣，觉得鼻子要冻坏了。所以你们3位都是第一次到俄罗斯吗？对，我其实印象最深刻是我们拍看极光的那个镜头，那时候就是看不到那个极光，但是后来拍完的时候，真的极光有出来，对，所以我觉得很浪漫。你们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会为爱而飞吗？觉得好难哦，我只能说疫情真的很勇敢，就是不顾一切的，或者是高雄感觉就很远了。对啊，高雄高铁2个小时不到就到了。